你買時。你答應我係乜雞？你答應我係啊！每年貪水我答應係佢啊！一毛睇板子啊，一隻青蛙都冇到啊！我而解釋啊！哦，一時要制看，係要制嘅咩 ？OK，要呢隻 OK。嗱，兩公司係乜雞耳毛？知你唔係啲眼標制毛。我真係同樣做要查，原來點咩下咩啊？而買啲眼少叫店啊！我同朋友設計技術要查，因為叫店啊，呢啲商品啊，我拿標仔咩假啊，然後漏水啊！有隻毛聽毛邊人分？做咩話毛聽啊？試咩啊？你講試咩啊？邊人分？試咩啊？做咩話毛聽？邊人分？係邊人分？拆出嚟？拆出嚟啊！人工店咩拆？人哋叫咗2年啊，摸都摸唔到佢啊，都唔知佢踢人啲皮開啊！係咪拆？係咪拆？幾多個店？幾多個店12點叫。12點叫啊，原來。哦。12點叫啊？12點叫？真的喎！真係12點叫喎，又係有行嘅喎。後邊係龜錯你啊！係龜錯你啊，寶貝。如果發生乜嘅事，你好愛我。你好愛我，